有大专校医学生无发起大罢免，伫学校设人数的单位，外界是质疑讲政治进入校园。教育部长陈英也是表示讲，学校应该爱遵守校园中立，禁止甲学校的场地借予政党。也毋过嘛，应该尊重学生的言论自由，佮有校园的民主。大罢免正立校园，各地大学生也拢发动校园倡议行动。伫最近包括政大、清大等几6间学校，拢出现罢免书的连署站，互外界质疑政治的手伸入去学校内面。对此，教育部长陈英也讲，学校应该守调校园中立的态度，禁止甲学校的场地借予政党从事相关活动。学生的言论、校园民主化、校园的一个自由民主，这是台湾高等教育最珍贵的一个资产。公民活动上，我们应该给予尊重。林同学生摆打，因过连署行动加减，会当看到因的政治倾向，并问到学生是毋是让在学校内面讨论政党的问题。陈英也讲，伫咧无影响别人、涉及到言论批评或者是影响公共安全的情形下，言论自由是公民意识的表现，拢应该给予尊重。因为来自学校的政党活动是禁止的。大学校园里边，它事实上也没有特别只为特定的政党，它在表达许多的公民的一些态度的时候，我看每一个政党都有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尊重，因为它并不是任何政党的一些活动。另外，针对私校退场基金，有委员质疑，114年已经支付13亿外，目前只敢若回收2000多万，差真多，要安怎处理？对此，教育部记者司长回应讲，会一年一年给补起来。县市政府要承接这些退场学校的教材，那他会针对这一些学校跟基金申请垫付的这个额度，他会用购置校产的方式，回到各部会使用之后，他就会逐年编预算给基金的。司长讲，目前停办校产拢伫咧处理进行中，承诺基金会一年一年回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